意咩年齡嘅客人？咁廿幾到40幾歲之間，多嘢玩啲咯。中年就輕鬆啲咯，你翻工啊嗰啲正常嘢咯。一啲可能廿零歲，因為最貪靚係呢個年紀，同埋可能有少少消費能力開始起步㗎啦嘛，接受能力大啲，咁你可以擺喺佢身上嘅嘢就可以多啲變化。中年嗰啲客戶通常就好 stable 嘅，咁變化未必好大，好 friend，咁大家好似一個月見一次咁傾下偈咁樣咯。中年咯，襯翻個年紀啊嘛，冇咁多代溝啊嘛。青年咯，因為易傾啲咯。老人家有啲好難溝通㗎嘛。青年同中年，你青年嘅話同我個年紀可能比較接近啦。係啦，咁中年嘅話可能就係有一定消費能力，比較啱我想做嘅嘢。你擅長做咩風格？基本上都應付到嘅。我諗歐美自然同韓系都係我自己比較中意嘅嘢。唔使打你嘅頭咯，起身就出到門口嗰種慵懶風咯。自然咯，容易打理啲咯。比較創作性啲嘅髮型，係又或者可能係啲易打理啲、自然少少嘅髮型。